蜡笔小乌找妖怪。知影大家困醒的时阵，小黄竟然无去啊！咦，伊走去倒位去啊？蜡笔因足烦恼的啊！所有的蜡笔拢出去找小黄，小黄，小黄，完全拢无应声。喂，有听到无？到底伫倒位啦？小黄，毋管大家安怎叫，个拢无听到小黄来应声。蜡笔因找规工，就是找无小黄。小黄到底走去倒位去啊啦？蜡笔因拢忝甲行袂振动啊，只好明仔搁继续找。过长工会知影，大家目睭闭紧一看，即摆换土黄色甲咖啡色无去啊！蜡笔因拢带一个，所以大家拼死去找无去的蜡笔，啊毋过犹原无看到影。因到底是走去倒位去啊？搁过长工会知影，大家目睭闭紧一看，即摆换红色甲粉红色无去啊！蜡笔因拢带一条，逐工拢有人无去，因开始会惊。乌会讲，敢会是妖怪做的好代志啊？咱的朋友凡说伫咧困的时阵，捡妖怪掠走的，青黄色惊甲哭出来，水色甲空色讲，妖怪有啥物通好惊的？咱伫伊身躯安尼乌白甲画，好好甲教示一下。青色讲，无安尼啦，代志到今日即款地步，归去，咱今日的嘛拢莫困啊，做伙甲迄个身边的妖怪掠起来。天色暗啊，蜡笔因足紧张的等妖怪出现。妖怪算啥物？无啥物通好惊的啦。啊，毋过妖怪煞一直无爱来。妖怪无爱来呢，到底是安怎啦？蜡笔因等甲足神足忝的，开始流咧爱困啊！袂使困，总我困去，会去互妖怪掠去哦。所有的蜡笔足拍拼莫困去，啊，毋过到落尾嘛是挡袂牢，全部拢困去啊！起来时阵已经是透早，想袂到竟然敢若剩乌的一个，其他的蜡笔拢总无看影。啊，一定是去互妖怪掠去啊！乌的雄雄公公跳起来，到底呢啊？恁伫倒位啦？毋管乌的画几界，拢无听到任何应声。孤孤单单一个乌的，可用要哭出来啊！这个时阵，伊详细一看，咦，竟然有阿门头的脚印呢！这个脚印足可疑的呢，看我的，我一定要甲大家找转来。乌的对一个啊一个的脚印向前行，伊的心肝头噼噗彩。总讲脚印也无去，阁无法度转去啊。所以乌的哪画乌线，那慢慢啊小心的向前行，一步一步。一步过一步向前行，行行行，
总算行到岛仔上边啊！哇，哪会安尼？脚印竟然牵到涂骹面去啊！真正是伤脑筋。岛仔遮尼悬，我根本就无法度落去啊！这个时阵，一支笑出现啊！伊甲乌龟讲：“来，交我吧，为我的巴肚安尼杵落去。”这支笑随变做一座厝厝啊！乌龟咻一声，一时啊，个厝甲涂骹去啊！多谢你。乌龟一直向前行，一步搁一步的向前行。无偌久，伊来到一片壁的面头前，壁面顶有一个孔。妖怪一定是伫即个孔内面。伊往内面看入去，暗烁烁。感觉敢若有物件会突然间走出来款，乌龟感觉有淡薄仔惊，毋过伊嘛是提出勇气，一步一步，一步搁一步的向前行啊！突然间，所有的蜡笔拢出现啊！耶！去互我找着啊！来，各位，我是来接恁来转的。啊，是乌龟呢，乌龟来啊！蜡笔因做欢喜的走去乌龟迄边。大家较紧呢，趁妖怪还袂发现，咱紧来走。毋过蜡笔因看起来，敢若无想要走诶。因到底是安怎啦？乌龟感觉足奇怪。这个时阵，咖比说讲。是安尼啦，其实咯，这是鸟鼠仔因兜啦。红个煞来对咧讲，鸟鼠仔公啊，佮住伫上内面的所在，毋过伊伤老啊，已经无法度路面床行动啊。青黄色讲，所以啊，细只鸟鼠仔来拜托阮画一寡图，互阿公看，互阿公较有精神呢。红牙色讲，毋过阮已经画足济物件，鸟鼠阿公也是无爱笑，所以拄则阮当咧讨论，到底要画啥，才会使互阿公搁笑出来。这个时阵，鸟鼠仔的阿爸甲阿母，还佫有细只鸟鼠仔。伊内面行出来，阮兜的囡仔拢甲恁带来啊，真正是足歹势我送恁转去啊，请你原谅因。原来啊，根本就无啥物神秘的妖怪，这一切拢是细只鸟鼠仔因做的。因只是想要互相爱的阿公较紧好起来，若要因互相看对方，然后就讲。咱10种先拢够啊呢！即个范式会当画出互阿公欢喜的图，真正的吗？细只鸟鼠仔听着，目睭闭甲紧紧紧。毋过，到底要画啥物咧？迄画过啊，这嘛画过啊。突然间，黄个讲。竟然乌龟嘛来啊！无咱过来画一张以乌色为主的图，好无？乌龟听着足欢喜的，伊非常认真想啊想啊想啊。那安尼来画这，恁感觉好无？大家拢非常赞成乌龟的想法，遂开始动手画起来啊！会是啥物款的图咧？细只鸟鼠仔伫边啊，哪等，哪感觉足兴奋呢？原来因为是美丽的星空。阿公笑啊！细只鸟鼠仔讲，阿公
看到天顶迄粒大大粒的流星，开始细声许愿：天星啊，拜托拜托，请你互我会当互我甲阿嬷相见。过长工，鸟鼠仔阿公就去天国找鸟鼠仔阿嬷，大家拢咧哭，毋过阿公煞咧笑，表情看起来足欢喜的。看到阿公的模样，小只鸟鼠仔因讲：阿公总算会当看到阿嬷，但袂使哭哦。大家拢笑笑啊，甲阿公讲再见，再见阿公，多谢恁甲阮斗3工遮济。鸟鼠仔阿爸母甲小只鸟鼠仔因一直甲蜡笔因说多谢，一届搁一届向因行咧。蜡笔朋友啊，多谢恁画遮尔啊赞的图互阿公，啊，搁有互恁无法度好好啊困，真正是足歹势的啦。蜡笔因若会手，若甲鸟鼠仔因讲再见，嘛若行向转去厝的路。伫咧转去的路上，蜡笔因对乌龟讲：乌龟，多谢你来找阮，阮足感动的呢。今日的故事就念到这哦，后一届搁再相会。